三個問題，等你分清想要同埋需要。你有冇試過呢種經歷呢？見到有樣嘢好想買，心入面咧就開始交戰。呢個究竟係我需要啊，定係想要嘅呢？然之後咧，內心就好糾結，糾纏咗半日。一係咧就充滿罪惡感咁樣買咗落嚟，一係咧就壓抑住個慾望離開，但係心入邊一直都掛記住。其實想要同埋需要咧，呢個問題本身就係一個陷阱。佢將複雜嘅消費抉擇簡化成一個是非題。等你同剝奪自己同埋放縱自己之間二選一，結果就係無論你點樣揀，你都唔開心。今日我就俾你一個更加高階嘅思考，唔係二選一，而係一個決策漏斗，用三個問題，好似三層濾網咁樣，將錢引導去應該去嘅地方。我係理財教練 Dennis。呢個 channel 主要分享實務嘅理財方法，同埋點樣解決金錢焦慮。我每個禮拜都會分享一部影片嚟幫你少走彎路，所以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另外，我仲專門準備咗一份理財系統自檢清單，入面會有5大範疇，用5分鐘幫你快速揾到理財盲點。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嘅鏈接去免費下載。第一條問題，呢個係痛點定係心癢呢？第一個問題直指核心。你使嘅呢一筆錢究竟係解決緊啲咩嘅問題呢？首先，痛點係咩嚟呢？痛點就係一個真實存在，你唔解決咧就會持續損耗你嘅問題。例如你部電腦咧已經慢到開個 file 都要成分鐘，嚴重影響你嘅工作效率。又或者你屋企嘅床墊令到你每日都腰酸背痛，睡眠嘅質量非常之差。為呢個痛點而花錢咧，你其實係做緊一個投資嘅，投資緊你嘅效率啦、健康啦同埋生活品質。呢一筆錢使出去，其實係終止緊一個持續嘅損失。咁心癢呢，係一陣突然嘅強烈嘅渴望，冇咗佢，你嘅生活咧其實係唔會有任何實質嘅影響嘅喎。例如最新款嘅手提電話啦，你手上面呢一部明明仲好好用嘅，見到打折，但係你都想去買一部新嘅電話。又或者見到有 discount，你買咗一件其實你唔係真係好中意嘅衫。為心癢而使錢，其實就係一個消費，消費緊一個行銷嘅故事，換嚟一個短暫嘅飆升多巴胺啊！所以記住，為你嘅痛點而使錢，解決嘅係人生嘅問題，係一個需要。調翻轉，為心癢而花錢，係一個想要，最後只會變成人哋收入上面嘅其中一個數字啫。第二個問題，機會成本喺邊度呢？我哋可以諗下，如果今日我唔使呢一筆錢，慳咗落嚟嘅，喺未來會唔會有更加好嘅價值選項呢？簡單嚟講啦，其實就係逼你做一個比較，買咗 A 所帶嚟嘅快樂，比唔比得上將錢留喺未來嘅 B 帶嚟嘅快樂呢？咁我舉個例子啊，你喺度猶豫緊，可唔可使3000蚊去買一部遊戲機？咁但係你而家先唔好諗遊戲機字，問下自己，如果我將呢3000蚊慳咗落嚟，放喺我嘅日本旅行基金入面，又或者攞去報名參加嗰個我睇咗好耐嘅職場技能課，邊一個會喺半年之後嘅我更加感激今日嘅自己呢？而呢個問題嘅本質係令到你進行一場自己嘅時間旅行，將未來嘅自己拉到今日嚟投票。喺大多數嘅情況之下，一個清晰、具體、有畫面嘅未來目標呢，其實佢嘅吸引力咧係可以展壓到當下你嗰個模糊嘅衝動。當你開始用未來嘅自己去思考，你就唔係喺度壓抑緊你嘅慾望，而係喺兩個嘅慾望之間咧，主動選擇咗嗰個更加持久、更加符合你價值觀嘅慾望。第三條問題，我應該動用邊一個人生賬戶？呢個咧係終極嘅一條問題，亦都係你價值觀嘅試金石。事實上啊，喺好多人生賬戶入面咧，就唔似我哋嘅金錢賬戶咁簡單，而係我哋有好多睇唔到嘅人生賬戶，例如有健康賬戶啦、財務安全感嘅賬戶啦、人際關係嘅賬戶啦、自我夢想實現嘅賬戶等等嘅。每一次嘅消費其實都唔止係一場金錢交易，而係一次資源交換。你使出去嘅唔單止係錢，更加係你從某個人生賬戶入面提取嘅寶貴資源。舉個例子啊，假如你買咗一大堆嘅垃圾零食，可能呢個就會係從健康賬戶入面提款。你衝動消費買咗一件昂貴但係非必須嘅物品，你可能就係從財務安全嘅賬戶，又或者係未來嘅夢想賬戶入面提款。相反，你買咗一本好書、一門好嘅課程，你其實就係向呢個能力增值賬戶入面存款。呢個問題係冇標準答案，因為每個人嘅價值觀都唔同。咁但係你可以令到你瞬間清醒。如果你發現買一件 fast fashion 嘅衫需要從你好睇重嘅環保理念帳面入面透支，你可能就會即刻放低佢。咁所以緊要嘅係先搞清楚你自己嘅價值觀帳戶，用你內心真正嘅價值觀為你每一次消費投票。當你嘅消費同你嘅價值觀一致嘅時候，你就唔會有罪惡感，只會有充實感同埋力量感。咁我哋回顧一下呢3個問題構成嘅決策漏斗啦。第一條問題就係幫你篩選一啲純粹嘅心癢，嗰啲只係為咗瞬間快感嘅噪音。第二條問題就幫你篩選咗短視嘅慾望，
嗰啲會犧牲更加美好未來嘅選擇。而第3條問題就係幫你確保最終嘅選擇同真正嘅你係同行嘅，符合你最深層嘅價值觀。所以從今日開始，你嘅消費咧就唔再係非黑即白嘅道德判斷，即係喺度諗我係咪又亂使錢啊？佢變成咗一門清晰嘅資源分配藝術。你從一個被廣告同埋衝動驅使嘅消費者，又變成掌控自己理財人生嘅人。而呢個先係財務自由嘅起點啊！佢唔係擁有使唔完嘅錢，而係對每一分錢嘅去向咧都擁有清晰、主動而且唔會後悔嘅決定權。如果你係問到第3條問題關於人生賬戶嘅時候，覺得特別迷茫，唔知道咩先係自己真正重要嘅價值觀呢？咁或者係一個更加重要嘅信號，你需要先理清自己嘅唔係消費，而係你內心嘅價值。我嘅財務價值梳理諮詢，正係為咗幫助你解決呢個根本嘅問題而設計嘅。喺描述欄入面咧都有呢個深度服務嘅預約連結，名額有限，你可以喺下面撳個預約連結，同我做一次免費嘅深度諮詢。改變係從一個更好嘅問題開始。希望呢3條問題啦，可以幫助到你面對金錢世界嘅時候咧，有一個更加清晰嘅導航。我係理財教練 Dennis， 我哋唔單止係賺錢同埋管錢，更加重要嘅係通過金錢嚟設計我哋想要嘅人生。鍾意呢段片記得讚好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段片再見，拜拜。